针对流浪狗不时传出伤人的事件，民进党议员李宗翰、吕维印、蔡小伟加陈秋红上午也是市府农业局动保处寻求解决的办法。面对动保园区无法度兴建，加上咱市的收容所却只用容纳1000只，根本就无法度完全收容。对此，议员提议，希望公司协力提升流浪动物的收容数量。这游荡犬伊结扎了有训练过无？其实无时间通学训练。毋过伊结扎了性地变较歹，有当时伊会变做这个状况，会凶甲人攻击。这个过程内底，咱就希望讲，台南市政府应该爱提出做法。第一项，应该爱增加它的收容量。第二点就是教育训练，甲民众讲安怎讲。咱的野生动物，咱若拄着伊的时阵，伊若开始歹的时阵，咱是爱走咧，还是留伫遐，还是要安怎叮当？其实这是咱台南市政府会当开始替咱台南市民服务的所在。对于相关流浪犬、流浪猫的政策，第一个收容量不足，第二个相对于你们要提出相关毛小孩的政策，老实说都议而不决，决而无效，好啊。像包括之前我们讨论的这个动物保护园区，好，或者说毛小孩的殡葬专区，好啊，在这个议会也好，在民间也好，好，都受到相当大的讨论，而且是负面的影响，好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哦，真的期待好我们的动保处好可以赶快跟紧脚步，好啊，赶快来改进。除了加强公私协力。另外，议员嘛建议应该对教育来落手，教导民众安全防范。对此，动保处回应会来努力。到底如何公私协力，让私人狗园其实它未来也是一个引爆弹呐，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私人狗园其实很多都是比较中高年龄层的这个狗妈狗爸在照养，但是当他有一天身体不行了，或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养育的时候，其实这里面的私立的狗园，它会引爆出更多的未爆弹。所以我希望处长呢，未来我们应该朝向一个大方向，再来借着这个动物保护教育园区里面来教育我们的子女。持续的这样的辅导跟协助的做法之外，那我们会跟农委会这边来争取经费，来协助他们来改善设备，以及朝向合法化。因为现在合法化。只要它是0.5公顷以下，可以来做容许使用，这个难度就比较低了啊。但是要聘请专业的这一些代书，这个费用就很高了哦。这个有时候甚至都一件都上百万。那我们就会来跟农委会这边来做争取。配合政府 TNVR 的政策，流浪动物零扑杀是一定要行的。不过伫个结扎野放进前，动保处目前会先来评估，如果有较歹的流浪狗，目前市府有编了50万的经费。将以每只5000块补助私人的收容所来收容，避免野放以后，搁再造成伤人的事件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